其實你食得唔夠多蛋白質，但係食得太多又會傷腎。90秒內同你講晒你應該食幾多蛋白質。首先要明白，普通人根本唔使食咁多蛋白質。港大醫學院建議每公斤體重食0.8 gram 已經足夠啦。即係話，如果你70 kg，每日食差唔多1嚿雞胸已經足夠。但係如果你有做開 gym 就唔同講法啦。我哋通常會睇呢2個大型研究，加埋差唔多5000人，結論係一樣嘅。每公斤體重食1.6 gram 蛋白質已經足夠增肌啦。但係要留意，1.6係平均值，唔係適合晒所有人。就好似食雪糕咁樣，大部分人中意食雲呢拿，但係我就唔太中意啦。我中意食榴蓮味嘅，因為基因、年齡、性別嘅唔同，有啲人需要食多啲，有啲人需要少啲，所以最穩陣嘅方法就係留少少 buffer 喺上面。依家最實用嘅建議係增肌嗰陣時，每公斤體重食1.6至2 gram protein。減脂嗰陣時，因為能量唔夠，所以每公斤大概食1.8至2.4 gram。但係如果你唔想日日計嘅話，最穩陣嘅方法就係每公斤體重食2 gram protein。而如果你本身係健康冇腎病嘅話，其實而家冇研究話1.6至2.2 gram 呢啲高蛋白係會對腎有影響嘅。真正有影響嘅係本身已經有腎病嘅人。如果你想知道每餐應該食幾多蛋白質，同埋動物蛋白定係植物蛋白好啲，可以去我 profile 撳入去呢條 link 嗰度，我會喺嗰度講晒所有科學同埋例子。如果呢條片幫到你，記住 follow 同 save，咁之後你就知食幾多蛋白質啦。